由台南市议员林美燕发起，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共同主办的南区、安平区绿色儿童的寒暑假营养午餐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进入第7档。因为疫情的关系，每天大约要准备200个便当，分4个区来发送。莫看这小小的便当，背后也是有不少的善心社团的帮助。虽然一个便当不是很多钱，但是这个心呢，爱心是无限的，爱心的力量是永恒的，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那也非常谢谢很多的单位的付出与精神。现在台南市委的立场非常的感谢你，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继续将这个爱传播下去，让这个社会有温暖。还有餐盒，这些都展现了我们师友的爱心。感谢师执会感谢各位领导师友，感谢我们议会的各位长官，祝福大家。在国际狮子会300地湾区分区主席李淑玲的带领，包括英美、英空、军英、甲蓝营等狮子会，上午嘛共同响应，关进爱心善时金，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善心社团来加入。我想，有因为他们的小爱化为大爱，关心在寒暑假的一些弱势边缘户的小朋友，让他们不会有饥饿不会有饥饿。那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每一年我们狮子会的家庭都会到现场来关心。在过去都是陪着小朋友用餐，因为疫情的关系，这次没有。但是他们没有忘记了，他们有带礼物了，就是一些布娃娃，还有一些餐盒。那我们今天小朋友在领爱心便当的时候，添加了更多的喜悦了哈。所以真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狮子会长期为了饥饿儿童所做的一个付出啦。即马疫情较严重的时阵有一部分的家境较歹，不过无法度摕到补助的家庭，咱会当甲因遮帮忙是真正无容易。感谢咱议员，佮阮的英美会，佮一寡迄个慈善团体，阮大家合作，来对咱的囡仔表示咱的关心。我想对一个社会，这囡仔咱感受到社会温暖对因后日的成长嘛是有相当的好处。上午出席的包括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佮有国际狮子会300地湾区的总监张兆龙。带领团队共同来关心，看到每一位小朋友领到狮子会加送的餐盒甲绒毛娃娃，面顶拢充满笑容。而市长嘛特别颁证感谢状，感谢狮子会关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